老师这首歌在第一张专辑里面很素，因为从头到尾就人的声音跟一把单把吉他。我在想说怎么编呢？如果把吉他抽掉，其实整个旋律是五声音阶，听起来像内地的歌曲。就是就不晓得他们怎么编的。然后当我亲耳第一次听到国家乡爱乐团，然后经过李勋老师编曲之后，我对这首歌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。有时候越简单的东西反而越难创作，因为只有简单的东西，它会有更多的空间去做之后的加工。我觉得那比较不容易，而在创作的当下，其实都不会发现这件事情的。然后我今天就想要唱这首歌，因为我很少唱，这首歌不好弹，因为从头到尾都封闭。今天特别改了一下指法，还不晓得手会不会抽筋。带来这首歌《火来呀》。